感謝主帶領我哋喺1989年移民美國，我係李偉生 Wilson， 我係余艷晶 Jane。我哋好清楚神撮合我哋兩個人嘅目的係為咗更好嘅服侍佢。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，就係我哋嘅人生目標啦。神不單止揀選咗我哋服侍佢，我哋嘅下一代亦都蒙主使用。大仔 Jason 依家亦都係若歌教會英文部嘅敬拜團隊其中一份子。神喺軟弱人身上彰顯佢嘅榮耀。我哋嘅細仔有亞氏保加症嘅，佢喺大學主修 Media Communication， 好感恩而家係我哋嘅同工，負責製作粵語詩歌影片。要你明亮如太陽，要將你緊握中，他手中。深浸係孕育我哋靈命成長，栽培我哋侍奉委身嘅屬靈之家。神喺當中一步一步咁樣裝備我哋，塑造我哋，透過聖樂部嘅資助、導師嘅支持同埋鼓勵，又提供侍奉機會俾我哋，讓我哋成長作為教會嘅領袖。感謝教會嘅長執、導師、弟兄姊妹對我哋嘅愛顧、包容同埋信任，喺我哋侍奉嘅起步期，冇壓力咁樣擔起教會司琴同埋詩班指揮嘅工作。喺侍奉過程中，我哋學會咗教會嘅架構、議事程序、策劃同埋推行事工，讓我哋喺教會唔同嘅組別都可以成為領袖。嚟到美國30幾年，我哋去過7間教會，到每一個教會，我哋會即刻投入聖樂侍奉嘅，因為我哋擁有嘅一切恩賜都係從神而嚟嘅。獻上一切服侍主係理所當然嘅。為主而活，報主後人，他是救主我神。自從2020年開始咗我哋嘅粵語聖詩頻道，我哋發現呢幾十年喺教會侍奉嘅經歷，完全都係為咗今日嘅侍奉工作準備嘅。神為我哋所預備嘅真係周詳，實在奇妙。引導我，使我能超越自己。深浸係蒙福嘅教會，因為喺呢70年間，佢培育咗好多侍奉人員，當中有好多雖然已經離開咗深浸，但係喺世界各地嘅教會仍然繼續參與侍奉，將祝福帶俾更多嘅教會。願神豐盛嘅恩典同埋祝福繼續降臨深浸，使更多人蒙福。喺未來嘅年日大大使用深浸，讓年輕嘅下一代受到悉心栽培，承接神家嘅使命，將榮耀歸於神。願耶和華他的面光照你，願耶和華賜你平安。